大家好，我係香水上癮，今日講下我心目中 Top 10商業男香。OK， 唔講咁多，即刻開始。第10位 Chanel Allure Branch， 一支喺 F 網咧好高分嘅作品。佢係一支好 creamy 嘅奶油檸檬香，佢係有 Chanel 咧獨有嗰種脂粉嘅湯底喺入邊。我覺得係同系列咧最好聞嘅一支好 fresh 嘅萬用香水。有時我諗唔到噴咩嘅時候咧，都會用佢。好乾淨又好高級嘅味。第9位 Davidoff of Sino。提起 Davidoff 嘅男香，大家最熟嘅應該係 Cool Water， 但係我覺得呢一支 Sino 仲更加之正。佢係薰衣草味 mix 埋一啲廣藿啦 ，mix 埋一啲檀香啦。成個味好 vintage， 好復古，好似擺咗喺一啲好舊嘅木櫃入邊嘅乾花味。如果大家中意一啲泥土感重啲嘅，又唔好甜味嘅，推薦試下佢，一支性價比好高嘅木香。第8位 Burberry London for Men， 呢支嘢啱啱噴出嚟呢個前調可能會有啲坑，係好 spicy 嘅肉桂、皮革、煙草味。但係一定要等到個後調出嚟，個味咧會越嚟越 soft， 變咗淡淡地嘅煙草味，溝埋甜甜地嘅木味，仲有啲湯一邊嘅粉感同埋一啲沒藥味，成個味咧會變咗好 warm 啦，好有聖誕 feel 嘅一支香。第7位 Bentley for Men Absolute， 一支 CP 值好高嘅香水，佢係用咗一啲咧 niche 香常用嘅香材。乳香啦、焚香啦、檀香嘅東方組合溝埋一齊咧，唔知點解有一陣維他菊花茶味，好特別。仲有一陣咧，好似刨完筆嘅木碎味，係一支好舒服嘅木香，好啱 I 人用。冇諗過造車嘅牌子咧，都會出到一啲咁正嘅香水。第6位 Gucci Guilty Absolute for Men。佢同成條 Guilty 系列咧，完全係兩個味嚟。佢有一支皮革嘅木味，最特別之處咧，佢入邊有陣車嗰啲機油味啊，聞落去係有啲似滴露味，好特別嘅味。一支好 underrated 嘅男香，我覺得佢好啱一啲咧有少少反叛嘅男士。成支香咧，俾我嘅感覺係一啲着晒皮褸，揸住哈利勁 man 嗰種老 feel， 一支好正嘅男香。第5位又一支 Chanel 嘅香水，今次係 Chanel 嘅 Antilles， 一支好唔 Chanel 嘅 Chanel， 佢係嚟自1981年嘅西普作品啦，一個比較複雜啲嘅味嚟，係一支動物感嘅木質花香，啱啱噴出嚟咧，個海狸香啊，同埋嗰個鼠尾草味咧，會好大，同埋有啲濃。呢度咧，好多人都會頂唔緊咧，就放棄咗啦。但係後調咧，嗰個橡木苔啊、廣藿香啊，同埋一啲花香出嚟咧，個味咧會變咗好溫柔。呢支香咧，個前調同埋後調係兩個味嚟。前調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好 sexy 嘅肌肉男 feel， 後調咧就係好 gentleman 嘅紳士 feel， 剛柔並重嘅味。Chanel 入邊咧嘅男香咧，我最中意就係呢一支。第4位啊 MX 大地 EDT 版，一支喺市場上啊非常之熱門嘅男香啊，相信好多朋友咧冇用過啊，都有聞過呢個味啊。喺咁多支金骨木香入邊咧，算係好獨特嘅存在。佢入邊有一陣咧，呢個礦物質火石味咧，好有辨識度，一聞過就會記得噶啦。係一隻咧非常之成熟啦，同埋好沉穩嘅味，一年四季都用得嘅香水。第3位 Dior Fahrenheit EDT 版。佢個中文名咧係叫做華氏溫度啦，係商業男香入邊嘅經典之一啊！1988年嘅作品，但係個味咧唔會話好老。佢最特別之處係入邊有陣汽油味，
其實係由一啲紫羅蘭啦、一啲新香料啦同埋皮味 mix 埋出嚟嘅味。另外，佢入邊嘅香調咧，雖然冇講話有青瓜啦，但係我好明顯咧聞到有陣青瓜味。佢中和咗啲皮味，中和咗啲汽油味，令到成個味咧唔會話好硬、好男人。身邊亦都有女仔 friend 咧用呢一支香，係好有型、好有辨識度嘅香，一用咧就會俾人哋記得嘅味。第二位 Angry Noir Extreme 版，佢同原版嘅 Angry Noir 完全係兩個走向嘅味。原版咧係偏向泥土感同埋有啲墨水味嘅香根草味，但係呢一支 Extreme 版咧就加入咗一啲焚香啦，加咗啲粉感啦嘅香根草，個味咧會係偏暖少少啦，同埋會係更加之圓潤、更加之立體嘅。佢入邊嗰個焚香同埋嗰個樹枝味咧，其實係會再重過嗰個香根草味。成個味係勁高級啦，勁舒服。有時噴喺衫嗰度咧，都會忍唔住係咁聞啊！重點係呢一支香咧，其實都係幾百蚊貨仔，但係個氣味上啊，個質感上啊，完爆好多過千蚊嘅香水。真心強烈推薦呢一支。講到最後一支香水咧，第一位啊 CDG Wonderwood， 一支線性嘅沉香。佢入邊咧係冇用到真正嘅沉香，但係咧就模擬到沉香嗰種清涼感啦，同埋嗰種藥感嘅。再加埋 CDG 咧招牌嘅胡椒焚香湯底，成個味啊聞落去係勁沉勁舒服，而且佢係算喺呢個 brand 入邊咧表現力啊最好嗰幾支啊。有時噴喺衫度咧，洗完咧都仲有陣味嘅。如果大家中意一啲寺廟香，中意一啲木香嘅，強烈推薦試下佢川久保玲嘅 Wonderwood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講下邊支係你哋心目中最正嘅商業男香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